順時風度個冚上嚟。當你在街上當見有個美麗嘅女仔嘅時候咧，你一定要經歷3個步驟。第一步，你個視線從佢個腳慢慢地滑向佢個胸。第二步，從佢模糊個面容慢慢地聚焦到佢炯炯有神嘅眼睛，體驗一下個眼裏個高視感，細細地品味個眼裏個情緒變化。第三步，痴痴地夾住佢個背影，由近到遠，消失在道路個盡頭。最後呢，感受一下強震個空氣，佢佢性感個身軀融為一體個人性餘溫。